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在中华的警方咧，最近是查到这乌道掌控的诈骗集团，伫机场有查到车手共犯。另外一案呢是有车手摕18张卡片去到超市要来领钱，互民众发现，才报案甲抓起来。这前后加起来，中法官今年6月，这诈骗的案件是受理680件，财损有2亿7千多万。 哎，坐着没关系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警察，我们是警察，证件在这边已经。警察来到桥上，当场压制香港籍诈欺车手，佮赶去桃园机场将准备出境的共犯抓落来。中法官刑台今年7月侦办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，向顶面对查发现德联邦、世港成员为首的诈欺集团，逮捕11名嫌犯，查扣总计大约1600多万的泰达币，高级交叉甲绑散。查扣了7万颗的虚拟货币。 4辆自小客车及法院裁定扣押房屋1处。哦，来，你手不要抖，你证件标下。过来。哦，你刚才领了多少钱？ 中华分局是接到民众检举，伫超商提款机看到有人一直咧提款，迅速抓到诈欺车手，伫车内查扣18张提款卡，43万查拉钱，互警方以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。该名民众对于持卡的目的及现金的来源都无法清楚交代，依诈欺罪嫌，已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。另外，台湾银行中华分行也拄到80多岁姓陈的老人听信赖投资群组，拍算要汇款88万投资高级沉香，对方也个交代，手机也唔通摕互行员看，保持警员协报告调一了，就看出是网络诈骗。你讲这要买沉香哦？沉香啊，沉香足贵啊！你个沉香你还未扣到，你钱你都要回来啦。老翁对于诈骗集团高获利的诱惑下，一度坚持要汇款，保期远景。 以实际案例予以说明诈骗的手法，耐心劝说约1个小时，老翁才恍然大悟。警方统计，中法官今年6月受理诈骗案有680件，财损金额大概2.7亿元。呼吁民众协助打诈，只要提供线索，也是协助诈骗车手，经过警方裁定高保上下等处分，都会当得到1万的检举奖金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